所以讲起来，所有拢是爱做德。咱咧讲的德就是道，即个人有道，有道的明君，甲无道的文君，嘛就是讲，即个人有德就是有道，有德就是无道。所以讲的德就是咱成就的因缘。所以讲的德是命的根基啦。你的命要好，你的德就甲做好。自然你的命，你的命不断的在改变的哦。你若行先做好，其实上天就有你安排。所以讲你要好命，你爱做德，毋是用乌西来。看我要选一个，选一个迄个议长，选议长，我用乌西不是。德毋是用乌西，我就有德，毋是是伫你的言行举止，伫为人处事内底去造下你的德性。安尼你的命讲会歹就有问题啊！那呢无德难成福，无德难幸福，无德难幸福。当然啦，无德难幸福，你无能接受，你就无德啊，免哪有福报咧？迄个福报就是你德福，咱会不断来嘛。再来就福德方在德，福德啊，方在德。当然呢，咱有德性的高超，咱才会当承接这一个道。这个道是有道德，才会当源源不断，才会当道不方在。所以讲咧，咱今日去修行学道，咱一定要培德。培德道就流明啊！你若无培德，咱讲真诶，行到遐，走过到遐，行到走过到遐，咱来甲想，咱一个人若行到遐，方向到遐，咱若比肩莫非，有爱恨情仇，有贪嗔痴慢疑，你甲看，人也知影，道来会流明。你敢爱改变？咱修道人爱改变哦。互我拢想讲，咱毋是为别人，咱爱为家己啊！你要成就，你着爱有福德啊！福德为家己，就莫讲咱今仔是为着别人。但是咱今仔日是修道的人，咱出去安怎做人咧看呢？道好甲歹，人就看咱修道的人。道若好，你像啥物人啊？你甲看卖啊，你听道理啊，佫会错人啊！你看卖，去啊讲有啊，去了了。你今仔日修道咧，无彩，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改变，因为济公活佛，这讲我们来注意，德欲不福，福来也留袂了啦，福来嘛留袂了啦，因为伊你的德无够，德无够就是失德嘛，失德做的代志够好。安尼才有福报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培德。你都每天问我有福报无福报，不要问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出来。你若无德，你讲我福来啊，福来啊，福哪来的呢？用一日会来，那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咧，这是济公老师教咱讲，转命的力量就是观，咱爱发菩提心。要做菩萨，一定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你要行出去啊！你无行出去，无牺牲，无奉献，你免不着菩萨。而且呢，你要立身，你要立终身志。你嘛想讲我修安尼有够啊，免用着我啦。这我做足济啊啦。我做安尼有够啊啦，过一节日甲袂当安尼讲。功德，敢有咧讲做较够啊？敢有？无呢，会当做好满过，还佫较好呢。毋是讲我甜啊，其实讲到甜，伊就是无够甜，敢是安尼？人会不断，因为你咧做，毋是为着你的功德，是为着要利益众生。你若感觉讲我功德足济啊，兄弟姊妹来帮我，默受。所以讲呢，我们修行的盖棺论定，济公活佛慈语，你为众生流一滴汗，天为你开一条路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注意啦，因为后壁因为头前讲伤济
转变的实践力行，各位前天爱行出去，哦，唔通讲倒好袂歹，结果要叫你出去，你佫行袂出去，哦，就安尼考虑东考虑西，就爱烦恼东烦恼西，哦，就爱顾忌，就爱去顾住迄个所在，所以行功立德，才会当消累世的业障。你累世业障爱做功德回向互人呢，啊无人要安怎对？爬山那个因会敢是做功德的？敢是做功德的？伊做功德的呢，伊毋是像讲哦，来你爱烧偌济的烟花金，爱安怎，我甲你解运。不是，他是照德哦，入清口愿设佛堂，哦，爱当打帮助到，伊安尼呢，业会消呢，哦，那当然伫行功立德，伊的核心是爱无私的奉献，不求回报。咱毋通想讲我咧帮忙人，我咧帮忙你，你一定爱甲我报答，安尼就有我。哦，我就是有法度通帮忙人，会当互方便，会当救众生。哦，我有时间，我有钱，我会当做，我去做的。哦，第二，你要甲我回报，毋甲我回报，我无咧想迄。我若做要互你甲我回报的，那安尼真的就是，哦，跟他拄仔讲的，就转入到福报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行善的核心，无私的奉献，你毋通讲我功德足济。而不求回报，不是上帝爱咱偌济。那忍辱负重，不生怨恨，坚守本分，累积资粮，转化业力，这就是忍辱负重。咱唔通有怨恨的心，爱坚守着本分。就是讲你是修主，你是人才，你是修行者，你一定无论艰苦，你要坚守你的本分。安尼才会当累积着资粮，转化这个业力，佮长期承担。济公活佛慈语，不要问天何时改运，先问自己改心没有。你都改无够啊！你都做无够遐啊！上天拢无摆挂。老师甲咱讲，你毋免问天，天是济公无私的，你做到遐，伊就到遐互你。伊有咧甲你打杂，你爱先问你家己，咱甲仙佛求，去到庙里甲神明求，你敢有付出？有啦，我今日要1000块来甲拜的呢，1000块毋是拢摕转去食，敢是安尼？迄个付出就是你利益众生。诸佛菩萨毋是爱你去甲拜甲上经，是伊希望你学伊的行为，安尼救众生哪会得？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改变。道场就是你的考场，冲突，就是可受用。义不下人意，是义无灵啊；人不下己意，是义无量。所以才有冲突。你若拢反观回来，有一些。是安尼，所以讲呢，你道场呢，难免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事情，但是看咱安怎去甲伊处理，当然这是看涵养，看你的修养啊。你若要好无事，就无事啊。各位前天，咱有运动，无我一句话。若要好有事，搁小事嘛变大事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起来呢，咱。一定爱对有了解遮个爱有成就。委屈，就是咧靠，就是委屈爱求钱，为了道你一定爱求钱，你要牺牲。无变咱往外，靠胸量有大无？你有法度接纳？那大海不择细流成其大，大海是不择细流呢。无紧讲这好水、歹水、大水、小水呢，伊无咧紧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自然而然会当成其大。责任呢，就是靠担当，
济公活佛甲你讲，每一个难关都是你升格的阶梯。所以讲呢，咱遇到困难，咱来感恩，互咱有成就的机会。真正的立命就是立命者不厌天。不厌天就是讲不厌命运。不挫折，无甲你的挫折拢归讲天无讲。对天命敬畏与信任，你爱肯定上天，伊是济公无私的。不由人，不责怪他人，不失败归外境。对人生理解宽恕，是反求诸己，不退志。立定目标，坚心。如果咱若是不厌天，就是心安；不由人，就是获得。两全。两项拢是的话，病助转，福助来。咱济公活佛讲，天不负有心人，道不负真修者。时间到啊！处生若不立命，流以平凡，迷以名利，空过处生。济公活佛讲，人心难得，道也难逢，错过今生，悔之何及？处生若能立命，苦中有光，难中有志，老实无悔。济公活佛慈语：今度多担一份责任，来日多添一份光明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生命的宣言：我知天命，不再迷惘；我立此愿，永不退转；我愿承担，待与天先化。济公活佛慈语，把自己交给道，道把光明交给你。所以现在就是立命之时，不等明天，不看他人，从此刻开始。济公活佛慈语，立命不在来日，就在此心；进道不在明年，就在今日。不追求外在的神通感应，是要为因时时掌握自心，不易让心起浪潮，造下新业。了因诚心忏悔，度人求道，积极行功，了结旧因，明理避免沦为佛堂指点是非，漠视自身缺点的导修正后情。勉励慈语啦，一日修办，一日立命，一念为道，并应光明。愿以此生做弘道之器。各位浅显有认同无？有认同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因为河汉的都也袂晓讲讲也袂好势，唱的比讲的较好听。所以咱的浅显呢，因要学习了演，大家做功德嘛咱就请因要来唱一条言词。所以讲呢，知命立命，后面要不要坚持？可以。后面要坚持，咱就听迄个这合唱团的来安怎唱啦好，为咱即马就开始有请啦好。